尼泊爾。由細到大睇電視見到啲人去呢度呢，主要見佢哋都係希望可以征服呢個喜馬拉雅山。不過呢啲畫面即使幾咁艱辛同埋感動，都從來冇驅使過我想嚟尼泊爾一趟嘅。直到幾年前去冰島之後呢，見過好多大自然壯麗嘅隱世景觀啦。有一日咁，我打開呢個 IG 見到一張喜馬拉雅山嘅相，真係一剎那之間嘅事，心入面突然好想親眼望望呢座神聖嘅山峰，然後就展開咗我今次尼泊爾嘅登山之旅啦。點解會嚟尼泊爾啊？我覺得尼泊爾咧係一個幾神聖嘅地方嚟㗎。咁我以前聽過藏傳佛教呢樣嘢啦，咁我係覺得呢一個文化呢個宗教咧係非常之特別。咁同埋咧最緊要係尼泊爾睇到呢個喜馬拉雅山啊嘛，咁我咪所以想嚟咯。有冇諗過為人生展開一段無與倫比嘅旅程？唔少女人都曾經擁有征服世界最高處嘅決心，展開佢哋人生最驚心動魄嘅冒險之旅。呢段旅程可以將世界最壯觀嘅自然景觀一覽無遺，從亞熱帶嘅叢林走到世界屋脊，地球上海拔最高嘅地區喜馬拉雅山脈，感受神山散發嘅靈氣，山中小村嘅簡樸善良，保存得宜嘅宗教文化傳統，以及地形充滿變化嘅國土。呢度就係帶住古老神秘同壯麗景色嘅交匯之地，住咗超過30個民族嘅山城之國尼泊爾。尼泊爾全名尼泊爾聯邦民主共和國，位於中國同埋印度之間。呢片坐落於喜馬拉雅山脈中心嘅迷人國度，全世界14座8000米嘅高峰，有8座都係喺尼泊爾嘅境內，所以每年呢度都吸引咗接近100萬嘅外國登山遊客到訪。尼泊爾人口約為3112萬，面積約為147181平方公里，官方語言為尼泊爾語，境內山巒重疊，多座高峰為尼泊爾孕育出無數嘅崇山峻嶺、溪谷同埋冰河，令世界各地嘅登山愛好者慕名而嚟。而尼泊爾嘅首都就係位於中部河谷區嘅加德滿都。遊客無論係欣賞加德滿都豐富嘅歷史文化建築，或者飽覽博卡拉背靠住雪山美景嘅寧靜湖泊，尼泊爾任何一環都絕對能夠構成一幅幅融合文化、冒險同埋自然奇觀嘅美麗圖畫。為咗親身感受以上種種嘅一切，2024年嘅1月，我參加咗一個由輕背包旅行團舉辦嘅尼泊爾登山徒步團，跟10幾位行山愛好者展開咗1連10日嘅奇妙之旅。而家歡迎大家一齊跟住我，準備從加德滿都出發，正式啟程，踏上高海拔之旅。今日咧就係我喺尼泊爾嘅第2日，咁咧我已經感受到嗰啲沙塵滾滾嘅味道。呢度咧有啲似印度喎，我未去過印度㗎，但係咧睇嗰啲書啊片啊，尼泊爾都幾似印度。遊客進入尼泊爾最佳嘅建議行程，首先一定要留幾日時間探索一下首都加德滿都。加德滿都位於約海拔1350米高嘅盆地，亦係尼泊爾嘅政治經濟中心。市區即位於山間嘅加德滿都盆地之中，富有山中天堂嘅美譽。加德滿都盆地周圍被5座高山包圍，原住民尼亞爾族人自古以嚟就喺呢度生活，孕育出獨特嘅文化同埋藝術。而盆地中主要就有3座昔日嘅歷史皇城：加德滿都、帕坦同埋巴克塔普爾。
而加德滿都盆地就於197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當中包括7組佛教同埋印度教遺跡群，以及3處各具特色嘅古皇宮同埋住宅遺址。而我哋呢個團嘅第一站就會先去到當中嘅佛教遺跡群博拿佛塔布達納特。佛塔距離加德滿都市區以東8公里，係一座世界上最大嘅福缽式半圓佛塔，擁有超過1500年嘅歷史。自古以嚟，呢度就係藏傳佛教嘅重要朝聖地。1960年代更有唔少逃亡西藏人嚟咗呢度定居，令呢度開始陸續出現咗唔少嘅僧院、住宅同埋地氈工場。而外籍遊客參觀佛塔係需要支付入場費嘅。佛塔本身就係一個曼陀羅嘅構造，象徵住地、水、火、風、空，構成宇宙嘅5大能量。整個佛塔由圓頂去到基座，建築結構都表現咗佛陀頓悟同埋佛教嘅本質。踏進出入口之後，你都會見到一個個信徒以順時針方向圍住佛塔繞行，佢哋會轉動呢度一個個嘅轉經輪，同時口中會念住6字真言嘅經文。而參觀佛塔嗰陣，令我最難忘嘅呢，就係我跟同行嘅朋友都非常幸運，獲得到真人嘅祝福，送咗一條哈達俾我哋。傳統上，獻上哈達係藏傳佛教寺廟嘅一種普遍而崇高嘅禮節，以為對方表達純潔、誠心同埋尊敬。另外，佛塔四周都有售賣唔少西藏古董品、佛教用品同埋佛教藝術品等等嘅專賣店。當中我最中意就係欣賞藏族文化嘅獨特繪畫藝術唐卡。呢啲描繪佛像以及佛教世界觀嘅佛畫，見住畫工好細膩咁樣一筆一筆畫落去，完全表現出佢哋對呢種宗教藝術嘅專業。如果你對宗教有濃厚嘅興趣，真係值得遊客細心欣賞㗎。依家我哋就去下一個目的地，咁就係睇嗰啲燒屍喺個廟度。你想入嘅？Vlog 啊，係啊，擺 YouTube 嘅。咁其實咧，因為尼泊爾人咧，同好多都除咗信呢個藏傳佛教之外啦，咁有一啲咧就係信呢個印度嗰邊嗰個教嘅。所以咧，佢哋咧就連生與死嗰個感悟咧，生與死嗰個教育咧，都好接近呢個印度嗰個方式嘅，即係對生與死係非常之豁達咯。尼泊爾係一個宗教信仰多元嘅國家，80%人口為印度教徒，1%為佛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同埋原始宗教徒直佔1%，所以漫步於加德滿都充滿活力嘅街上，遊客完全係能夠感受到濃厚嘅宗教色彩。古老嘅寺廟同埋熱鬧嘅市集，交織住人民豐富嘅生活氣息。第一站我哋去完藏傳佛教嘅重要朝聖地之後，第二站呢，我哋就嚟到尼泊爾最重要嘅印度教聖地帕舒帕蒂納特廟。呢度可以話係印度教徒一生至少要朝聖一次嘅神聖之地，亦係印度次大陸4大供奉濕婆神嘅寺廟之一。佢位於恒河嘅支流，即係聖河巴格馬蒂河嘅河畔。關於呢座寺廟嘅創建時間，可以追溯至公元400年。不過
確切時間呢，直到而家都仲係無人知曉。據說至少喺西元3世紀之時，最開始嘅寺廟就已經出現咗啦。濕婆係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屬於宇宙與毀滅之神，但同時佢亦代表住新生命同埋靈魂解脫嘅起點。而作為一位破壞神，濕婆就有眾多個化身，其中最著名嘅化身就係以毀滅之神現身時，被描繪成3眼4手，持有武器同符，身披獸皮，頭戴新月，頸上繞蛇，腳踏白牛。而寺廟嘅東門入口所見到嘅呢，就係濕婆嘅坐騎啦。因為帕舒帕蒂納特廟只允許印度教信徒進入，並非信徒嘅遊客只能夠喺巴格馬蒂河對岸遠遠咁樣觀望呢座被俗稱為燒屍廟嘅寺廟。基本上遊客嚟到呢座寺廟，主要都係為咗親眼見證一場場神聖嘅露天焚燒儀式。全因呢度亦係尼泊爾最大嘅火葬場阿里亞加特 Ryuka， 所以遊客無論係任何時候前往呢座寺廟，帶住臭味嘅烈火同埋煙霧，永遠都彌漫住喺附近嘅空氣之中。至於燒體焚屍之後，骨灰就會咁樣流入河流之中。印度教徒相信，若果能夠喺聖河之畔完成火化儀式，並將骨灰撒入河中，靈魂將會得以淨化，甚至有機會喺濕婆神嘅庇佑下，靈魂可以擺脫生死嘅輪迴，獲得永恆解脫。或者望住一場場既真實而莊嚴嘅儀式，遊客可能對生與死又會有另一種樣貌嘅體悟。大家好啊！今日咧就係我喺尼泊爾嘅尾二一日啦。咁最後嘅行程咧，點解我會喘氣喘得咁辛苦咧？唔係因為上呢個喜馬拉雅山，係因為我而家向呢個候廟進發啊！呢個就係尼泊爾加德廟都嘅候廟。冇錯，點解叫候廟？就因為有全堆馬騮喺度啦。加德滿都最後一站，我哋嚟到另一個世界遺產，稱為候廟嘅佛教聖地斯瓦揚布納特佛塔。佛塔位於加德滿都市區以西約2公里外嘅一座山丘之上。傳說呢度已經已有2500年以上嘅歷史。當加德滿都盆地仲係湖泊嘅時候，呢座佛塔就已經聳立咗喺山頂之上。前往候廟嘅方法可以直接搭交通工具直上山頂，不過唔少信徒會選擇最有誠意嘅方法，就係從山腳沿住一段約300多級嘅石梯徒步而上。因為寺廟內有大量嘅猴子，而呢度就被叫做候廟。相傳有指呢啲獼猴其實係文殊菩薩嘅頭室化身。其實喺印度教同埋佛教之中，猴子咧本身就係一種非常神聖嘅動物，因此猴子喺廟宇之中都係被視為神嘅使者同埋守護者，佢哋係受到保護而不被驅趕嘅。雖然呢啲馬騮睇落就好似好得意同埋好可愛，但係佢哋可能會為咗覓食同埋保護地盤就而變得具有攻擊性。建議咧就唔好餵食，同埋避免拎出一啲塑膠袋或者食物，同呢度嘅馬騮保持安全嘅距離。斯瓦揚布納特佛塔嘅主體係一個巨大嘅白色半球形底座，上面就係鍍金嘅尖塔，四面即畫有佛陀嘅全知之眼，象徵住佛陀看遍世界一切苦難同埋智慧。除咗藏人，呢度都吸引咗好多本地人同埋印度教信徒嚟朝聖。跟博拿佛塔一樣，信徒咧就會沿住佛塔順時針方向繞塔，並且邊轉動塔基周圍嘅經輪，邊念住六字真言祈禱。當然啦，如果時間允許，記得喺寺廟嘅所在位置揾一個最佳觀景點，將整個加德滿都盆地一覽無遺。
好好享受尼泊爾最神聖嘅一面。每一個畫面都真係令人感受到呢個城市嘅信仰色彩同埋慢活節奏。呢個係阿細郎，係咪會剪片㗎？係啊，好似呢個人咁樣，轉。咁咧啲鴿咧係一見到嘢食咧就圍晒呢度，呢一個好震撼嘅畫面，都第一次親身經歷，電視又見得多啦。頭先咧，阿蚊咧，我哋個導遊咧就話咧，呢一度有一啲叫做 Yoga Baba 嘅人，佢哋着到成身橙色啦，咁就係一啲苦行僧嚟嘅，咁就係千祈唔好影到佢哋，一影到佢哋咧，你起碼要俾50蚊盧俾佢哋。如果唔係咧，你唔俾嘅話咧，佢會追你9條街。咁但係個問題係，我而家身上得1000蚊盧比。咁咧，身邊啲朋友就話咁不如你俾1000蚊啦，我哋全部都影。呢個俾咗錢嘅全部都影，咁就 OK 啦。依家咧，我喺尼泊爾最多人嘅地方，係一個美麗嘅夕陽。你睇前面啲機，個個揦住機。幾靚喎呢個！係咩？係啊 keep 住先，影到我。咁你導航啦，神光啊！我哋而家咧就進發緊去呢個猴廟。咁進發呢個猴廟咧，記住預備定體力，因為係要行300幾級樓梯。我哋而家進發啦！夠啦！哇，好靚喎後面。Good。